一定要服侍的对象。开心也就是开刀片，28岁属当中的开心，也是8到7天和第2天，也是叫做开心，也当叫做开喜。古代是这种状元一清，来体天下事，一清一举独开。拢总是开心所思想好运的因果，所以你今天来庆贺，祝福大家平安全家福，富贵两千足同乐，子孙在前分合乐，名声广播大家族。